好啊，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Isabella 女。其實上2個禮拜咧，我已經想同大家講噶啦，即係話有好多獨立屋咧，佢嘅成交價咧比起佢嘅叫價咧係低咗5萬至10萬，好多筍盤嘅獨立屋出咗嚟啊！點知咧大選完咗之後咧，信心嘅買家可能翻嚟啦，好多獨立屋咧，我幫客人約嘅時候咧，想睇房啦，點知好多咧已經有 accepted offer 啦。嗱，咁既然 accepted offer 已經一個接一個啦，咁即係話獨立屋嘅市場已經開始回暖啦，屋咧係好容易被市場吸納嘅咧。嗱，第一地大啦，有出租單位啦，第三咧就係好有機會係改鬆型嘅大地啦，咁就容易俾呢個市場吸納嘅，係俾獨具慧眼嘅買家搶走噶。如果仲要想等睇成交記錄先至喐手嘅話，太遲啦！嗰啲好盤筍盤已經俾人搶晒噶啦。咁如果想睇樓嘅，就請你盡快聯絡 Isabella 啦，或者喺下邊呢條 link 度預約同我睇房啦。拜拜。